台中有民众惊早起坐30路的公车时阵，发现讲这公车边的玻璃柜会闭开，驾驶拢无发现是一直驶，最后是破一坑真大坑，驾驶才停落来。业者表示讲，真有可能有人伫咧扑草，这扑草机摔到石头，石头喷起来弹到玻璃，加在是无人着伤。民众坐公车发现车窗边低度网行，搁闭一大坑，互坐车过程心惊惊。是行驶的时候我才听到有那个哔哔叭叭的声音，然后我转头看，我才发现整张玻璃都是碎掉的。有一位乘客也上来，他也是跟我也是一样发现，去提醒司机，我们才知道说，他自己本人也不知道。公车内行车记录器有翕到代志发生的过程，驾驶正常伫行驶，煞伫转弯的时阵，玻璃发出声音。不过驾驶第一时间无发觉，一直甲乘客提醒，才发现倒随停落来，佮安排其他车来接驳。11早起8点外，民众坐台中市30路公车，不过挖后门的车窗玻璃不明原因碎去，公车回厂维修的时阵，玻璃差不多规片拢落落来。把车子停到它安全的地方，让乘客下车，请他们转搭其他客运车辆，然后车子就直接开回厂内处理。因为我们车上的话，乘客上下的话，一些杂音是没有办法去，说一句实话，很难去看到那种状况。这台车驾驶是讲，当时才拄啊发车，转弯的所在有人伫烤草，当时有听到一声怪声，不过无法度确认原因。这个所在挖近台中家乐，乐所人员是讲，迄天早起确实有安排社会劳动人员去烤草。那个是社会劳动人，我们问他，他说他旁边没有车子啊，就是他经过的时候没有车子。那他在除草的时候没有车子。小石子本身它质量很小。但是它喷溅过来的能量啊，算也蛮大的。那继续行驶，那整个公车呢产生震动，造成这个力量的传递呢，经过这个玻璃呢，因为裂缝的关系，所以它没办法很顺利的把这个力量呢平均分配在整个玻璃上面。理化老师指出，气候外要喷到这个能量，若好放大，甲玻璃接触点这个力量伤过集中，破坏力往往会加强。这种情形在各地嘛常常发生。福佳在这个状况无乘客受伤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